Hello，各位大家好，分享下耶性對談。咁今次咧，好想講下我哋作為基督徒咧，點睇全福音同異端嘅信徒去分享信仰。返過教會，接觸過教會嘅教導咧，都會知道耶和華見證人啦、摩門教徒啦、新天地啦、全能神教會啦、上帝的教會，好長啊個名咁略去咗啦。咁呢一啲咧都係一啲嘅異端嘅教派，即係話佢嘅信仰同傳統根據聖經基礎嘅信仰咧係有所偏差，以致佢哋嘅救恩或者對上帝嘅認識咧都偏離咗。甚至咧跟喺呢個信仰之上嘅嗰啲嘅信徒咧，未必真係有一個對上帝有個正確嘅關係，以致佢哋可以得救啊！即係當我哋去睇嘅時候咧，我哋點解覺得基督徒要同異端信徒，譬如耶和華見證人去傾信仰咧？咁教會唔係教我哋即係見到佢哋係異端，我哋就遠離佢哋，避開佢哋。最緊要我哋嘅信仰唔好受到人哋影響啊嘛，唔係應該咁樣嘅咩？我哋不如睇下聖經入邊個基礎係點嘅。咁喺馬太福音，耶穌基督話咧：天上地下所有嘅權柄都賜俾我嘅，所以你哋要去使萬民作我嘅門徒啊！咁原來喺耶穌基督嘅吩咐入邊咧，佢係講緊萬民啊，佢冇話異端信徒就撇開咗，猶太教就撇開咗，佛教徒、伊斯蘭教徒分門別類，呢啲就唔使講噶啦，唔係咁樣嘅。耶穌基督話係萬民，萬民係所有有生命氣息嘅人，咩宗教背景、咩種族，其實都係耶穌基督想信徒去分享嘅對象咯。聖經入邊咧，保羅提到自己嗰個嘅身份咧，咁喺哥林多後書嘅第5章19至20節係咁樣講嘅：神在基督裏使世人與自己和好，所以我哋作為基督嘅特使，就好似上帝藉住我哋去勸你哋一般，與神和好吧。保羅你都喺另一處咧提到，要對各樣嘅人傳講福音。咁喺哥林多前書嘅第9章22至23節，對軟弱嘅人我就作軟弱嘅人，為要得着軟弱嘅人；對什麼樣的人我就作什麼樣的人。無論如何，我總要救一些人，為要與人共享福音嘅好處。睇到聖經有咁樣嘅提醒，咁教會入邊又做緊啲乜嘢呢？其實喺香港我所接觸到嘅華人教會呢，我覺得或者我睇咗咁多年，可能10幾20年，咁我都好相信呢，都係某程度上係準確嘅。大部分嘅華人教會咧，其實都唔係好理會到，或者有嗰個心力能力去到真係向異端嘅信徒去傳福音，或者去講解清楚聖經入面。我哋嘅印象都係啲牧師啊、傳道人話俾我哋聽，咦，嗰啲係異端嚟喎，我哋唔好同佢哋接觸，我哋唔好同佢哋傾偈，免得我哋嘅信仰俾佢哋迷惑到，俾佢哋帶嚟咗有損失啦。咁有少少係功利咗喺自己，淨係顧及自己啊。咁如果係我哋講緊愛上帝、愛鄰舍如同自己嘅時候咧，咁嗰啲人係咪我哋嘅社區入邊嘅鄰舍咧？咁耶和華見證人會唔會係我哋社區入邊嘅鄰舍？摩門教徒係咪我哋社區入邊嘅鄰舍咧？我哋係咪愛鄰舍如同自己啊？聖經都提到俾我哋知道咧，對住嗰啲入咗異端教派嘅人嚟講咧，我哋要愛佢、關心佢，要勸佢，要忍耐地勸佢。但係我哋都小心自己唔好被迷惑。所以好清楚基督徒嘅角色係乜嘢啦？我哋唔係斷絕同佢哋嘅交往，亦都唔係去迴避佢哋，而係我哋去接觸佢哋嘅時候咧，我哋要清楚我哋自己嘅信仰係咪建基喺聖經嘅上面，係咪有主耶穌同你同在，出去攞住耶穌嘅吩咐命令出去將福音本住聖經嘅真理去話俾人哋聽，信仰係乜嘢一回事？信耶穌係點樣嘅一回事？點樣因信稱義？點樣喺今生入邊成為上帝眼中嘅義人，被上帝所得救呢？亞伯拉罕有呢個信仰，有呢個確據，我哋有冇呢？我哋嘅信仰同亞伯拉罕係咪一致嘅呢？呢啲都係我好多時去問耶和華見證人嘅信徒嘅問題嚟嘅。你又做好準備，識得咁樣去問啦。我哋喺教會入邊咧，好多時出去傳福音就攞住啲單張，或者咧我哋學過福音橋啦，學過三科，即係要講可能對話成10幾20分鐘。去到4律等等，但係對住異端嘅信徒，你用點樣嘅説話去有個切入點去同佢哋去講呢？
你講天堂，人哋唔使上天堂噶喎。耶和華見證人相信只有144000人先入天堂，天堂同佢哋冇關嘅。所以三福嗰兩條問題係乜嘢啊？如果你今晚死去，你會唔會確定到自己可以入到天堂？喺天堂門口嘅天使或者彼得問你，點解你會入到去啊？呢啲問題對耶和華見證人嚟講係毫無意義嘅。你學咗三福，係咪可以更好地去用到喺未講人嘅罪，耶穌基督唯一嘅拯救之前，點樣去講一啲嘅話題，令到耶和華見證人或者摩門教徒都感興趣，以至我哋嘅對話可以銜接到落去個福音嘅核心內容呢？希望大家都即係去諗一諗，去點樣去做好準備呢？咁當然，即係我頭先提到華人嘅教會大部分都冇一個心力準備去係同異端嘅信徒去分享信仰，因為華人嘅基督徒都比較唔好介意咁講，係比較自我，要顧及自己家庭啦，顧及自己工作啦，有好多好繁重嘅事務啦，根本預留喺教會學習聖經嘅時間唔多，甚至自己有好多時咧返咗教會好多年，讀完咗成本聖經幾多次咧？有冇一年讀完聖經一次？2年將成本聖經讀完一次？上帝嘅話語係我哋腳前嘅燈，路上嘅光。如果我都冇讀清楚上帝嘅話語，我行嗰條路有冇光呢？即係呢個問題都要交翻俾大家去好好去諗一諗。另一方面咧，我都想分享睇到一啲嘅弱點或者有待改善嘅地方，就係華人嘅神學院其實都呢幾年我印象中係已經少咗特登去開一認識異端嘅課程嘅。咁我記得10零年前咧係神學院其實係有一啲嘅課程，佢都唔係每年開嘅。佢開嘅時候會可能介紹3-4個異端教派啦。咁每一個教派可能有幾堂嗰個教派嘅主要嘅出版物啦，入邊有啲咩內容係針對同主流嘅聖經信仰唔同嘅地方，亦都會安排可能有一啲嘅實習嘅機會去揾一啲嘅異端教徒去做一啲嘅訪談啦、信仰嘅對話啦等等嘅。咁但係咧令到我最覺得滴汗或者係嘆氣嘅地方係乜嘢咧？10幾年前見到嗰個嘅課程嘅大綱，即係用嘅中文書籍咧，其實係一啲好舊版本嘅書籍，係講緊1970幾年、1980幾年出版嘅書。嗰陣時係2016年啊，即係嗰啲嘅書籍咧係講緊成20幾30年前啊。最特別嘅地方咧係嗰啲嘅作者咧，佢哋所寫嘅內容咧係非常之脫節嘅。耶和華見證人教派佢哋評論嘅時候咧，嗰啲書入邊咧用緊嘅大部分都係依靠咗英語世界嘅基督徒嘅評論，跟住將呢啲嘅評論咧，嗰個執筆者自己親自譯成中文。其實佢哋係完全，我會覺得佢哋係完全冇真係行出去社區入邊去接觸耶和華見證人，去接觸佢哋嘅長老或者信徒。根本耶和華見證人教派喺華人世界都存在咗，如果係1980年代之前，應該存在到都有成30年甚至50年嘅時間。但係佢哋嘅出版物咧，其實咧嗰啲嘅用字咧，一啲嘅基督徒咧係唔知嘅喎，淨係用英文版本譯咗做中文。最特別嘅，舉個例子，耶和華見證人嘅教會聚會點叫乜嘢咧？Kingdom Hall。咁嗰個作者譯咗做乜嘢啊？國度廳。我睇完之後都即係好摸不着頭腦。明明人哋你落到去就知道嗰個叫王國聚會所啊嘛。咁你作為一個護教嘅人士，你去寫一啲嘅書籍去培訓基督徒，提醒基督徒異端係啲咩一回事嘅時候，你連人哋最基本嘅詞彙都作錯咗，咁其實係咩一回事呢？即係如果而家神學院都仲用緊呢啲咁舊嘅書籍，呢個世界嘅資訊咁流通，其實係咪仲係要咁樣呢？咁呢個就係我當時一個嘅感嘆嘅地方咯。咁喺香港咧都有一位比較出名嘅牧師，喺網上面都會見到佢嘅評論關於耶和華見證人教派嘅。咁佢都係好積極嘅，我佩服呢位牧者。但係佢喺一啲早期嘅內容入邊咧，其實佢都用咗一啲英文版本，自己譯中文嘅方式。譬如最簡單新世界譯本，其實喺1995年嘅時候已經出咗中文版嘅新約聖經㗎啦。咁我就特登喺書架上面咧都攞翻呢一本。咁佢本身咧係1995年出版咧，呢一本咧係寫到明咧係
新標點和合本嘅舊約，再加埋新世界本嘅新約呢個合訂版咁樣，咁呢個組合比較特別嘅。咁去到2001年咧，先至有嗰個真係新世界本嘅舊約新約傳說。即係其實人哋1995年已經有一個新約版本喺約翰福音1章1節咧，明明寫到係話語是個神，點解嗰位牧者要讀道是一位神咁樣去喺個講座入邊去教基督徒咧？其實呢一啲偏差係咪可以避免嘅咧？即係大家喺信仰對話入邊，我哋作為基督徒去同耶和華見證人講嘅時候，人哋聽到嘅時候，咦？你哋講嗰啲嘢講緊耶聖教派嘅時候，連個新世界本嘅內容都引錯啦。會唔會講啲咩角度聽出嚟咁樣咁荒謬嘅咧？咁好希望即係當我哋真係去話人哋係異端嘅時候，都搞清楚人哋點樣異端法，錯喺邊度，而唔係單單聽咗一啲牧者去講嗰啲嘅説話，我自己有冇對照過先？如果我真係要做一個信仰嘅對話，我會唔會自己都睇咗嗰啲資料，而唔係執人口水尾，即係牧師點講，傳道人點講，我就點信咧？咁真係去睇下你個心喺邊度咯。如果你覺得嗰樣嘢你自己真係核對過，咁我都係一個普通信徒啫。咁上帝都俾我機會啊，起碼呢啲都係我自己用錢買翻嚟嘅。根據聖經而推理，有英文啦、中文啦同埋其他嘅外語嘅版本啦。係呢啲可能喺某啲神學院嘅圖書館先揾得到一本兩本，但係我自己屋企有好多冊嘅。即係我想講嘅就係，其實呢啲嘅資源自己可以攞得到噶嘛，喺社會入邊。咁我哋又做咗幾多嘢咧？有啲嘅教派或者都比較積極會參與傳福音嘅，或者係浸信會、宣道會、播道會、平安福音堂。咁喺傳福音嘅過程入邊咧，或者成個信徒群體咧，成日有個感覺覺得，我哋要領受異象啊、胸懷普世啊呢啲咁嘅福音未及嘅群體啊、十四十支槍啊、一抽呢啲咁嘅宣教字眼，呢啲口號咧，其實我哋返到教會5年10年，仲係咪繼續停留喺呢啲嘅階段？嗰個羣體我要服侍，我要去接觸南亞嘅群體。咁其實呢一啲嘅群體咧，教會從來冇去介入過乜嘢咧，就係其實呢啲群體都係耶和華見證人或者摩門教好積極去走入去嘅群體嚟嘅喎。咁我哋傳福音嘅時候，其實佢哋都係現場嘅喎，或者你出去派單張嘅時候，人哋都喺隔離擺檔喎。咁你點咧？各有各做啊！聖經係咪咁樣咧？即係你大家鬥做，定係其實更加應該有一啲嘅信徒係走埋去異端嘅信徒入邊去同佢哋對話，話俾佢聽，要提示翻、警告翻佢嘅信仰唔符合聖經，喺上帝入邊會點睇佢咧？其實對方都有個知情權嘅，佢願唔願意接受我哋本住佢嘅出版物所講俾佢聽嘅內容，以致佢自己去反思係咪繼續行呢條信仰嘅路。咁我相信呢啲嘢咧都係好緊要，就係我哋自己願意為咗福音做幾多嘢咯。我相信咧，當我哋成為一個即係願意每年去讀聖經啦，思考入邊嘅信息同我哋生命嘅關係嘅時候咧，一個聽道行道嘅基督徒咧，應該咧會喺生命當中有好多被上帝嘅説話提醒，去滋養生命，甚至成長，面對風浪嘅。咁我希望更加多嘅信徒朋友，你哋都揾到你信仰嘅方向，而唔係淨係出嚟教會聚會。教會話要而家有一個嘅宣教嘅機會，有一個嘅領受異象嘅機會，你就因為你冇異象啊嘛，人哋咪要俾異象你咯。但係如果你自己去讀聖經嘅時候，會唔會上帝都透過佢嘅話語親自俾個異象你？親自去感動你去做一啲嘢啦。希望以上嘅分享咧都可以俾到一個參考大家啦，成為一個願意讀聖經嘅人，願意去傳福音嘅人，以致咧你嘅信仰真係被上帝所建立起嚟，係可以有足夠嘅生命力去堅強面對我哋生命當中出現嘅各種嘅困難啦、挑戰啦。因為有主同在嘅生命咧，係可以好堅強面向各種嘅風浪，喺信仰嘅當中更加茁壯成長。願主祝福大家，願主使用大家去成為社區入邊更多人嘅祝福。下次見。